嘴巴里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爱嘿米弄阿米。哎呀，哈的去台南要动机，落下面还要请一位美食部落客。美食部落客嘅下方用嚟讲啊，哎嘛唔对，无讲过呀个事。来吼，主要系要请拜师啦。因为我主持节目嘛，有一段时间呢，总系有一个问题卡住我。啊，我哋至圣先师孔子有讲过，万事五岁，拿一个牛杆去请拜师，你就会甲伊塑造好生嘅。我没有准备。唔讲人好生嘅，无买肉干，系买一笔茶，唔知我欣赏要食书么？好，先唔讲咁多啦，我一起拜师，成功太好，我差一时就喺底下读书嘅，差唔多差一时。好啦，先来一起欣赏嘅。大家好，我係阿面。你做乜你客將來啦？先生先生，今日我要干拜师啊，嘿想我好心用嚟把食物拍得好看。好啊，我搞。冇帶埋嘅東西來啦，要比茶搶食。按生意做嘛？好，我帶轉去。我今日就聽到你啦，啊，做嘢處理。好，是的。你下你先聽加兩肉，好嗎？我用快哦。用快，用那個快。同講一個秘密，哎，破下個節目都挺好，只有第一期。給拿快嘅你很矮，因為係數據準啊。唔要緊，唔要緊，慢慢來啊，先落去。好，上來。係啊，係鬼見狀。唔係準咩？等啊，哦，是的。你做得嘞？按你做得嘞，應該技術比較好啦。就算你手再多嘛，是的。有嘅就準，有嘅就冇咁樣。好，阿莫你下來，向下來試翻嚟。哦，叫我示範啊？係啊。啱你就破開嚟哦。你頭下就輕料嘞，你太慢來了啦。哦，抱歉。哦，那我這個讓他繼續煮。OK，老師請坐。老師。謝謝啊。點樣搞本啊嚇？種平常時啱你試下一個食物，唔通自家嘅試下咯？冇。會請朋友向下來試，阿莫一三年性別太多嘞。剛我天花板，好，下禮拜好，我去西馬嘅美食的時候有點東愛，好，打混我來幫你吃。好，我需要一些幫忙吃的。沒問題，沒問題。陪吃。好，美食係哪一片嚟客家人？台中。太북強。用人哋講走地，太북強講食地，所以我給蒜肉，食地聽人哋西安強可以吃了，所以人哋蒜說食地，我就說。怎麼可以吃呢？才剛下去而已。是的，就是可以的意思。可以。那你還可以吃了，就是的。已經就在休息了。好啊，邊信邊聊天，好像蠻輕鬆的哦。我應該蠻能駕馭的。我們蠻輕鬆的。我剛剛已經拍很久了。不要自己自討苦吃。哦，來啊，我夾給你要不要？啊，不行，中午得。老師請吃。老賴啦。那你當初都會家屬都想要成為美食部落客，
因为那时候大学的时候，太后是俺就很喜欢分享像俺生活啊、俺写的东西啊，分享跟太家看啊的。然后写着写着，就突然有一天有人请来说，你是得来介绍俺的餐厅吗？我就想说，哎，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哦，一家条路啊呢，所以我就比较认真的做俩事啊呢。所以太后嘛，还图跟摄影也都有关系嘛。哎，太后念电影电视的，所以有一点相关啊。哦，一个养分啊，就开始也个条路诶。系啊。刚才天慢认识嘅，我也还能认识啊。俺做起认识嘅，冇听错，俺也还嘛是一个美食部落客了。有可能哦。对啊。可是刚刚的那个太近的拍照技术，可能还要修炼10年哦。所以呢，今天他们 TP 来拜堂嘛。错。像就是一日，当你一日助理，看看做得好一堆东西。好了，我讲又不能谢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今天可以好好表现。这样子归按你归拜谁啊？来，安今天表现好一点哈。好，充满压力的一块肉。温俩给，有为中，是看他说，这个吗？好清爽，好清爽。这间的店的特色就是它所有的食材都是小农，然后它味道也比较清爽一点。所以很多人会喜欢来这边。如果平常吃的油啊，就会来这边享受这比较清淡的火锅。冲啊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会因为俺他主持节目已经一段时间呢，还是到东西俺讲唔知啊，我用来讲。你就可以先从它的口感调换你系列猪肉，系都有什么感？脆，脆软软，对，然后不会干不会柴，对吧？像这些都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。肉的口感，来你形容一下好了。这不是静止画面，干肉点，有嚼劲，弹牙，然后有个种水果的果香味，从一般来是火锅可能会温沙中啊，某香花油啊，某香油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浅意。我希望以后可以听到你更多的词汇，好，更是的吗？太家后矮黑梅森，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位于台南东区巷弄老屋改造的火锅店茅房。梅森是他们家的常客哦，在这里用餐可以感受到旧与新设计的结合，在许多地方保留着原本老屋的特色，地板还有复古花砖的点缀。今天要品尝的是他们家的海陆双拼，看这满满一桌，是不是流口水啦？俩，今日来到你来试俩个鸡卵糕，嘿，台下翕个餐厅，啊，俩翕台南小吃，某凶款。技术不一样，拍法不一样，而且这个环境在太阳底下可能会比较辛苦哦。很怕，改归耐塞。好，老板，我要巧克力跟起司。好，老板啊，我们待会可以拍摄吗？可以哈，因为要先经过大家同意，如果做得拍，我们再开始拍啊。刚才也给提房做人用来天数。阿蒙天爱长进，是的吗？我马上就可以长进了吗？我当导演，我教你，你也选聘，好吗？请你挑战哦，好吗？好，是的。老板，我们现在是要先倒面糊吗？对。那就先从面糊来开始运动，是的吗？就是这样哦。老板就直接来了。对。你还做的是不是？你做的吗？欣赏做的吗？是的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像你们的鸡蛋糕啊，跟别人的鸡蛋糕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？我们特别就是在我们里面的液体完全都是用鲜奶去做的，对，不像外面可能会加水，当然就是成本比较高，可是比较好吃啊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婆婆妈妈，她们可能买回家。隔天当小朋友早餐，放到隔天早餐，其实都还是很松软。你们知道在台南有一个美食部落客叫做美森吗？没有听过，没有听过，以前没有听过。只要他来拍过的店家，大概2-3天都爆满。买讲太多，大排长龙。是你们吗？讲太大了啦！
你看我们刚刚对话的样子，怎么样都是他啊，师傅对不对？对，我的师傅。我今天在带他实习如何拍美食的。所以你们这几天要回去马上追踪。好，哦，差不多嘞。生存到你4分没有？先准备好。先准备好。哇，爱心形状。对。哦，可以哦。哦，哎，就做的。按你做的。先看一下外观，爱心的形状。按等一下。好，我要打开喽。好。哦，来，底下底部撩诶。是的。啊，好。哦，按你就是的是嘞。按你就做对嘞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为了确定它是好吃的，改先的试看它吃。你试看，这刚出炉的扁雪浓东脆呢，有层次。那个米水卡好，喜欢吗？再来买一点。台南就是这样子，走到哪都有好吃的。到嘞，来，居民，炒料，先生，带我来啊，做乜嘅？里面还有很多任务哦。还有任务。对，这个任务哦，就是我们要来盖销俩糍粑。哦，所以讲要先来考试就抽给了。考试，最后一关了。哦，它很 Q 弹的，虽然讲一个 Q 弹哦，不过伊唔会咬牙齿，所以适合伊唔会做得全部吞下去，也可以行喺唔同嘅口味。頭前後老闆先試到一個粉應該係鳳條粉吧，行喺粉嘅香味。嗰陣哦，天天嚟會試到銀條，天天嚟試到唔同嘅香味。試下伊之後啊，讓它連呼吸都還有麻糬的味道。你聽啊，按你講，還可以欣賞會加酥嗎？它的整个麻糬都是用黑糖制作的，所以这个胡同跟凤条粉混在嘴巴的口中是非常融洽、非常舒服的。而且重点是啊，它都不会粘牙，没咬牙气。中香，而且它在口中是带一点点微微的那种脆度，吃起来是在口中是蛮有趣的啦。太刚刚一点来戏喽。老師全部係個分數嘿。哦，你刚刚的表现哦，基本上把我的詞彙都講走了。所以我今天就是直接給你99分，99分，耶！99分，做得嘞，做得。俺嘛做得做一個美食部落客誒。係啊，我頭一看哦，我哋講咧東流利呢，是的。天也未應驗美生一日，真是該歡喜做得有搶到美生來上岸嘅節目。兒童係強樣，以前攏係普通嘅太學生嘅，我今後有一個機會做得替電視方、替永路方主持節目，分享東西俾大家，係感覺係一個幾特別嘅任務啦。美生咩強樣，伊係小間美食嘅，伊替小間一個東西之前啊，伊攏會真實去試過，真實去了解，感覺到唔會差，那麼間東西分享俾大家。一從係強樣，身為一個主持人吼，也係我哋嘅責任啦，要揀真實好嘅東西。管大家啲，啊唔過美生伊真是厲害，伊吼單打獨鬥，伊個人去到安多嘅地方，自家拍，自家翕相，為迄個行為寫文章、剪接、後製，伊行喺嚟天天嚟累積，一步一步行，然後有安多嘅粉絲，也嘛係愛學習嘅地方，還有佢從嘅路嘅行啦。今日美生訓練係一年，係感覺有細把進步哦，係呀下個有信心咧，希望以後。做得分享各道好事，好教一本大家啲。